里淡水河畔，只要天候水况允许，李清荣就会和朋友们展开独木舟训练。比方说从这边出发，可以一直滑到新店溪的秀朗桥，甚至可以滑到基隆河的戏子，来回都不成问题。连环岛都不成问题。民国100年，李清荣和张宗辉、李元志3个人从淡水河口出发，沿着台湾海岸西下东上，划独木舟航行1000公里，24天完成环岛创举。这也代表着客家人的应景精神，不但要突破，而且要更勇于去追逐我们的梦想。有勇气，不必害怕去挑战。向往海洋的李清荣把独木舟当作生命共同体，觉得自己制作更有意义。到造船厂自学工艺，陆续完成了10多艘独木舟，也因此找到有共同志趣的伙伴。他也造船，我也造船，然后偶尔我们就在河面上碰面了，后来就互相交流。我们从第1艘开始做，就一直兴趣越做越下去。一直也拟定新目标要去闯。听到有横渡大西洋的手划船比赛，能完成的人比登上圣母峰的人还少。李清荣内心的冒险火苗又燃烧起来。在环绕整个我们台湾甚至亚洲、亚东地区应该这个活动是没有东方人代表的，对，完全是西方人的世界。所以现在预计2015年要挑战大西洋，对不对？对。100年发出之后。团结是力量。团结就是力量。一个人无法完成，团结就是力量。要用台湾自制的船让台湾划出去。李清荣和伙伴们要再一次证明锲而不舍的客家性格、台湾精神。一起念念看，要多练习哦。13年莫发出之后，团结就是力量。13年莫发出之后，团结就是力量。谢谢宗仪老师。